如果係放任呢個咧係獨裁政權，放任呢個共產主義國家，佢的而且確會喺多個領域係控制住。最簡單嘅就例如呢一個係稀土啦。中國大陸係有系統地就係用緊傾銷策略㗎，因為你難以同佢競爭，佢咧係壓低成本，得到國家補貼，就係能夠控制嗰個叫全球咧嘅供應鏈㗎。因為中國大陸知道只要控制咧係個貨源供應，就可以咧係操控好多地方咧個經濟咧嘅命脈㗎啦。中國大陸係相當之係有系統喺度做緊呢件事。佢參考嘅對象當然就係嗰個咧就係百幾年之前嘅叫做殖民主義。佢經常話呢一個咧美國咧係帝國，又話咧西方國家係列強，話佢哋咧做盡壞事。但係實際上咧，中共由頭到尾都係處心積慮，係去研究咗點解呢啲國家以前可以咧喺個世界上邊稱霸包括咧經濟入侵。所謂殖民地其實就係一種經濟仲有政治嘅控制。